2026年已經嚟到，今年係火馬年，一個變化快、能量強、推動力好高嘅一年。唔同生肖喺呢一年面對嘅機遇同挑戰都唔一樣。而家你睇緊嘅就係屬於你嘅生肖運程分析。以下內容係根據多個流年推斷整合而成，並唔係迷信，而係一個方向提示。請放鬆心情，慢慢聽，睇下2026年對你嚟講意味住啲乜嘢。2026年係火馬年，對於屬兔嘅朋友嚟講，今年可以用一句話形容：破太歲帶嚟小波折，但吉星照住，財運同桃花齊齊上升，貴人推你向前。今年屬兔嘅你，屬於萬運相破，屬於輕微破太歲。破太歲主關係起伏，容易出現誤會、爭拗或者口舌是非。有時一句說話講得唔夠圓滑，就容易影響氣氛。不過要記住，今年整體影響唔算嚴重，因為有天德、福星、福德同天喜多粒吉星同時入命，化解力相當強。就算遇到問題，往往都有人幫手，或者最後可以順利解決。今年特別容易有喜事，例如結婚、訂婚、添丁。沖喜反而有助提升整體運勢。凶星方面，以捲舌為主，容易有拗撬或者小爭執，但因為屬於桃花年份，多數都係嘈完就算，影響有限。今年最重要嘅關鍵字：退一步，多包容，低調自然順。事業運方面，2026年屬於穩步向上，但中途有少少阻滯嘅一年，文件、合約或者溝通上偶爾會出現理解偏差。不過有天德化解，再加上福星同福德帶嚟貴人運，上司、同事同客戶對你嘅觀感明顯提升。如果你係打工仔，今年容易被留意到，升職、加薪或者接觸新項目嘅機會增加，尤其年終之後表現更容易被肯定。如果你係做生意，人脈擴闊，合作順利，有人指路，少行冤枉路。提醒一句，今年工作上最重要係說話留神，文件睇清楚，多溝通，少硬碰。財運方面，今年財運屬於中上偏旺，正財穩定向上，多勞多得。整體財運喺多個角度評估之中，屬於前列位置，表現相當突出。只要肯付出，回報自然跟得上。大破財嘅機會唔高。偏財方面屬一般，容易有細小漏財或者不經意嘅額外支出。建議以保守理財為主，靠事業收入推動財運，同時養成記賬習慣，有助守住錢財。感情與人際關係，2026年對屬兔嘅朋友嚟講係桃花特別旺嘅一年。天喜正桃花入命，桃花表現屬前列位置，單身人士特別有利，好容易遇到合眼緣又認真嘅對象，脫單機會高，甚至有可能遇到質素較高或者有地位嘅人。有伴侶或者已婚嘅朋友，感情升溫，有談婚論嫁或者添丁嘅可能。不過要留意捲舌凶星帶嚟嘅小爭拗或者誤會，記得多傾多體諒，避免小事放大。整體人緣明顯轉好，社交圈擴大，但仍然要保持低調，避免爛桃花或者短暫緣分。一句總結：桃花先行，人緣自然帶動感情同事業。健康與心態，健康方面，今年需要多留意長輩健康。自己方面，容易有腸胃不適、皮膚問題或者精神緊張等小毛病。雖然唔算嚴重，但火馬年節奏偏快，容易因忙碌而積勞，情緒起伏。建議多做運動、行山、外出散心，調整作息，保持正面心態。另外，定期身體檢查、捐血或者洗牙都有助化解小凶，對整體運勢有正面幫助。記住一句：情緒穩定，運勢先會穩。重點總結，總括嚟講，2026年對屬兔嘅人嚟講，唔再係低迷年份，而係財運同桃花齊旺，貴人幫手，
穩中見起嘅一年，雖然有輕微破太歲，偶爾出現是非同誤會，但吉星力量強，問題大多可以化解。只要你謹言慎行，善用貴人，多溝通，守中求進，去到年底回望，會發現事業穩定咗，財運順咗，感情亦甜咗唔少。最後送俾所有屬兔嘅朋友一句：今年唔需要急住爆發，只要一步一步向前，貴人同桃花自然會推你一程。講2026年對你嚟講唔係一條直線，而係一條需要用心行嘅路。只要你肯觀察變化，調整步伐，每一個選擇都可以慢慢帶你去到更好嘅位置。如果你覺得呢段內容對你有幫助，可以留低一個讚或者分享俾身邊同你同生肖嘅朋友。下條影片我哋會繼續分析下一個生肖。多謝你嘅收睇，祝你2026年行得穩，行得好，事事順利。